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土增加24196例本土，73例死亡。BA.4、BA.5伫全世界传开，那后听是上主要症状。民进党今日开全大会，蔡英文带18个县市首长参选人做势，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由前县长刘正宏接任。这几天透西南风，上北甲东部升到38度，东南部靠火烧风，都要注意着沙甲热衰嘅情形。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24196例本土新冠的本土病例，各有73个人是死亡的个案。中重症的部分增加156例，其中有5个是囡仔，上细汉的才9个月，有气管发炎的情形，等来加护病房治疗。另外有4位是 Miss C 的个案，目前国内囡仔有 Miss C 的已经有42例。国内新冠疫情慢慢有降落，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在7新增加24196例本土个案，73例死亡。全台湾这个新北市病例超过4000例，整体增加顶礼拜日比降12.7%。另外，中重症新增加156例，其中新增加5例儿童重症，一例是幼稚气管炎，另外4例是 Miss C。细支气管炎个案是9个月大的男婴，无慢性病史。7月11号呼吸喘、呕吐、活力变差。7月12号到急诊，那检验 PCR 阳性，有嘴唇发紫、喘鸣声、胸凹等。那插管收治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及瑞德西韦类固醇，目前续住加护病房。那截至今日，儿童重症共103例。因那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BA.5，大家也请注意。伫咧欧美疫情了，日本也经历第7波疫情，16日天的确诊数超过11万。就连台湾也伫咧15出现第1例 BA.5 本土社区感染个案，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内医生提醒讲，感染 BA.4、BA.5 变异资料，上定量看到的症状是脑痛、皮无甲食无味，无过再是这波疫情的指标性症状。BA.4.5的话，他们还是集中在所谓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状比较多，所以呢，有一些如果没有施打疫苗的话，它的临床表现的话，担心就有可能会不会当感染病例数增加的时候，他们的症状就会比较多的一个变异性。另外，卫福部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也公布上新的注疫苗了死亡的会议记录，总共审议65案，有7件注 A 类了得到救济，其中台南市姓林的个案，伫注过 A 类疫苗11天了，严重脑出血死亡，因为无其他的病史，有法度引起血小板低下，或者是脑出血，无法度排除加注 A 类的关联性，所以合法救济金350万，是这边通过金额上悬的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旅游的补助7月15起过，这2天是补助开始了的头一个休困日，有侪民众出门佚佗。亲像垦丁，昨就7000多人去踅街，小琉球的海边啊，人嘛是叉。当地饭店的业者就表示，假日订房已经特别客满，平常时的生意嘛加真好。观光客客满几条垦丁大街，唔论是餐厅还是路边摊，拢无用试查。各路补助上路第1个礼拜，屏东垦丁一口气17000几个人，大量的游客和警察规暗无用指挥交通，摊商嘛无用到尾无时间讲话。蛮吓人的，人潮是蛮多的，人潮比较多。大概多少？大概差不多50%以上。拜日透早，袂少游客带囡仔来到垦丁沙滩耍水，但唔那是垦丁小琉球的花间照顶景点，一透早同款拢是机车甲游客。想要伫当地食一个知名的早顿，爱排1点钟。暑假加上各路补助加成，互垦丁甲小琉球唔那假日订房客满，平常日订房嘛有明显的增加。假日的话，平日也都有到8、9成跑不掉。平时是3400。补助1300这样子。申请到补助的游客感觉真会好，唔过嘛要提醒民众，各路个人补助唔是每间饭店拢会使用，一定有参加补助的饭店。出游进前还是出游迄个爱去补助专区传身份证件登记申请。报到的时阵爱摕证件互业者核对，才会使补助。每房一暗上悬1300块，而且是先大先赢。经费若是用了，就会提早结束。观光局表示，经费用了进前2礼拜的公告，互旅客有时间通应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民进党今日举办全代会，各县市长的参选人拢徛讲台要求声势。
这届全代会重点还有一项，就是要改选党籍。啥人坐伫党内委员的位，拢会直接牵连到2024总统大选的布局。党主席蔡英文就表示，2018年地方选举是深深的教训，这届已经准备好势推出上强的候选人。另外，国民党迄边，苗栗县的党部主委是由前县长刘正宏来接任。换口号展现团结气势，民进党全代会17开始，面对年底9合1大选，身为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喊出，爱记2018年地方选举的假释，民进党这一摆做长久的准备。2018年的地方选举，对民进党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这一次，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拿出最好的政绩。提出最强的候选人，就是要赢得人民最大的支持。各县市长参选人共同造势，出现首都的陈市长就徛在蔡总统的正边，两人互动真热烈。陈市长佫特别穿家底新衣，准备全市走透透进入选战模式。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也继续提出政见，佮表示，若家己赢当选市长，第一件代志就是要公布运运事件所有的资料。如果我能够担任新北市长，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来公布这一次恩恩事件这一个新北市政府所有的资料包括这些录音档案。这是我未来在如果在选市长当市长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跟大家一起合作，那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路，那努力把它做好。在集党的前副总统陈建仁礼拜一党籍成婚参加全大会，不过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去日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丧礼，甲即马议员咧自主管理无法度出来。全大会也有关系党内权力改组的重头戏，就是常委、执委、评委的改选。民党县长潘明安特别问到，是不是争取中常委替赖副总统布局指控之事？没有，我没有要选中常委，我想让更多年轻人参与更好吧。即马上北市长提名中央会也完成2024支选战最后的定案。历行2年1摆的党籍改选也真受到注目，派系即马抢进牵动2024总统大选的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这几天天气的情形，因为透西南风，大台北地区甲花莲唱国拢会较热，温度会升到38度以上。也若是东南部是靠西式风，所以伫遮特别提醒观众朋友，若是有慢性病、寒流较袂出来，无法度排体内烧气的民众，佮有一寡老大人拢会较高着沙，甚至会衰结昏去。中昼时就较莫出门，爱加补充水分。日头赤炎炎，透中到台北市市区温度来到36度，大安区永康街排队要食冰的人是排甲长落落。气象局表示，17、18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北台湾高温35度至37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32至34度，尤其大台北地区甲花莲唱国有机会来到38度的极端高温。周一之前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山区要防短暂阵雨、雷阵雨。气象局表示，东南部因为西南风沉降，要注意会靠火烧风。礼拜日过到各山区发生局部大雨的机会较大。拜日开始呢，受太平洋高压影响，过到这雨就会较淡。不过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会真烧热。医师提醒热伤害较严重程度主要分做4种：会慢筋、昏倒、衰竭、甲掉沙。主要是出伤侪汗，去热到血路袂顺，身体无力、欠水分，或者是长期伫咧日头下做事，拢是原因。风的出入口拢较会着这个沙吼，所以你甲刮开，伊就感觉人较爽快，较袂昏去。除了口风池丰富，医师也表示会当对大水这个所在小可扣一下，不过提醒爱找专业的人士，日头爱窄，唔好扣超过15分。虽然讲天气足热，咱也是无建议讲食了伤冰啦安尼，这个寒气往那里摆，湿气啊里摆，结果呢你就很容易什么
人个较稀乱。医生也提醒，有慢性病、年岁较大、出汗功能本底就较歹的人，爱避免中昼时啊出门。运动进前，莫食血压、神经或者是抗组织胺的药啊，较袂脱水、脱较咸。清查部分爱较轻松，也爱定定补充水分。记者阿敏珍、丁玉思台北报道。来看几站意外消息。嘉义水用心灵，昨下晡是有民众去爬山，卡煞去漏着，因为天气伤过歹，直升机无法度来救人，搜救人员只好一步一步甲伤患挨落山。也若是屏东是有一只载48个游客船啊，因经歹去，去海巡斗3天，才甲船拖转去渔港。顶头迄个甲受伤的山友挨掉的，下骹即个对后壁甲伊踏掉的，听当人的指挥，搜救人员一步一步向山骹山顶动，互人叫做人间仙境的嘉义水用森林出水口附近，8日下昼要5点，有一个登山团其中一位女性倒骹落掉，爱人救。无线电、微信电话，带1只好吧？2只，带2只。嘉义县消防局接到报案了，赶紧全装备，礼拜透早出发，9点外到水用营地。本来拍算用直升机吊挂救人，因过云伤高，变是靠救援人员用行，甲受伤的人挨落。8日礼拜真侪人出去耍，毋若是山区，屏东后壁湖渔港，8日下昼一台载着包括游客总共48人的游艇，引领过江掉入了海。评估现场海象不佳，并考量现场距岸约200公尺，西南涌强劲。且该游艇上游客人数较多，不利接驳，如不立即处置，恐有遭涌浪拍打搁浅之虞。游客正惊，拢徛伫咧游艇的甲板顶头，因过海上风险正大，惊发生危险。救援人员在水上乌托摆，甲海巡的缆索啊，游到游艇顶头绑掉的，请游客入去船舱内，由顺风艇甲游艇拖转去渔港，48人才顺利上岸。记者综合报道。6月有侪大学生毕业，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人力银行是预估6月的失业率可能会是这8个月以来上界悬的。不过观光旅宿业煞是因为防疫限制，豆豆帮连开袂少亏，我们会当提早准备好势，迎接观光胜利。旅行社员工变也推销冲击者，拜节下季旅店人诚济，旅行社员工无闲试试。旅业者承认这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真欠人。每个都缺业务，或者是我们的行销，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线控，一直都在努力的招募当中。5000间饭店也是新冠疫情重灾区，房务餐厅人力大量流失。即马防疫慢慢放凉，为冲击者，饭店业所有卡手无够问题。根据劳动部统计，旅游业疫情进前将近3.3万人，今年5月只剩21562人，减差不多3成。旅宿业疫情进前超过75000人，今年5月只剩差不多61554人，减将近2成。复苏的一个旅游商机，会在跟学校名额上，或者是在一个实习时间的一个调配上，我们会可能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观光旅宿业找无人，不过失业率煞创新高，5月失业率3.73%，失业人数43.4万人，创7个月以来新高。预计要公布的6月失业率，恐怕创近8个月新高。现在不好找，大部分行业都饱和，展场4天，就1天8小时，然后日薪1500，4天下来就6000。6月份才是整个这个毕业生求职的一个高峰。本土疫情其实看起来这个确诊数还是在这个2万以上，整个失业率有可能的持续攀升到8个月的一个这个新高。人力主管业者表示，10月就要公布失业率数据，已经剔除毕业生求职要素，可以看出失业人口实际影响原因。预测下半年内需回稳，出口正好，失业率有希望登浮。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速公路顶，因为车速紧，若是有临时状况，有当时实在是反应袂赴。上集发生的意外原因，就是常常有物件落伫咧车路，驾驶动袂利。亲像即马古道警察局就公布一段6月底影片，有一粒水塔对货车后斗连落来去击到后壁的车，所以提醒大家，若是有载货，就一定要把握好势，赛车嘛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这台小火车载着2个水塔，对5股交流道起来向贵人方向驶。因过伫咧905.4公里的所在出状况，在后边其中一个水塔落来，伫咧路的过，其弄到外线道的一台小火车，如果弹到内线道弄到另外一台轿车，在水塔的小火车发现物件落去啊，竟然就停伫咧内线道，也无采各种牌啊，就落车去扣。疑似未依规定捆扎牢固，致掉落波及后方其他车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本大队于事故处理后，依规定自单举发。国道警察讲，若在火未上国道，一定要符合规定的长跨管限制，把握好势，才袂互物件落来影响安全。高速公路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国道发生10611件货车装载物落来案件，另外有3000多件是车体或者是零件落来，还佫有无法度归类的散落物4000多件。而且用路人伫咧国道驶车时阵，若拄到头前有物件落来，不管是弄到物件或者是车，尽量先驶到路径。这事故也好发在这种散落物发生的时候，然后有要去做处理的过程。那我们的相关的施工应该说事故处理班还没有到现场之前，然后就容易发生。高公局讲，今年开始，交通部已经修法，告诉人伫一般道路甲高速公路物件落来，会被罚9000到18000。要若修法了，那物件的情形是不是减少，也怪看。高公局讲，当然物件会落来，轻的物件风一头也会飞起来，所以上国道进前爱详细检查是不是绑好势，也检查人啊甲车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中平南路有一座天桥，最近市府摕到一笔经费，正咧评估敢要甲天桥拆掉。在地民众有人是认为讲，根本就无啥人咧用会当拆咧。不过嘛有人认为讲，囡仔行天桥会较安全，也是卖拆较好。天桥唔通拆，被布条挂伫顶悬，互人翕落来。有民众要为台中市中平南路甲5权南路口的天桥请命，因为营建署补助台中市中平南路的路平经费。另外建议市府评估这天桥是毋是爱拆。到现场一看，布条已经互人摕落来，毋过对这天桥是毋是爱拆，民众无共款的看法。我觉得还蛮少的哎呀。他们都过斑马线吗？还是？对，斑马线会比较多。偶尔啦，偶尔比如说红灯很久的话，就会过一下天桥。我不觉得说一定要拆啦，因为还是有人小朋友还是需要用到的。车多的时候，小朋友就是要走那里啊，因为学校老师会教导嘛。那我觉得不拆，它影响不大啦。台中市府最近办2场说明会，会议当中支持听人认为，天桥占用路人通行空间，载车等外开有视线死角，加上使用率低，应该淘汰。反对者是表示，附近有信义国小，虽然路口有斑马线，暗过交通尖峰时间车流量大，天桥就是囡仔的安全通道。那因为现在就是正反的意见都有，所以我们目前也没有做定案啦，变成说还要再评估。那下一次的部分可能再收集一下各方有没有要拆的跟不拆的意见，然后再做综合的评估之后，可能我们之后还会再跟地方说明。台中市府表示，中平南路的路平专案补助当中，双向进程度会拓宽到3公尺。最近建署才建议评估天桥是不是要拆掉，不过无强制性。建设局一方面会评估天桥使用率，另外一方面会听民众甲学校师生的意见，目前也无定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水上乡太空馆的户外广场将举办亲子科学活动，唔但有教科学的单位，阁有太空馆30周年特典，互囡仔伫咧休息时间，嘛会当学到科学的趣味。囡仔伫单位头前耍科学道具，嘉义县政府配合台湾科学教育馆甲嘉义大学。16伫水上乡北回归线太阳馆、2馆、太空馆头前的广场举办亲子科学活动。我之前有来过这个活动，这里的活动真的很好玩。我们把我们馆里面很多带得动、带得走的这些原理，比如说摩擦力、酸碱值、浮力这种概念的话，用摊位的方式，在各个县市在办活动的时候去呈现出来。你最想玩什么东西？神枪手。为什么？因为那很有趣。教育处教学发展科表示，这届活动邀请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嘉义大学甲县内一寡高中甲国中，做伙规划40个人馆的单位，佮配合太空馆的特点，要让亲子来体验科学的趣味。希望借由这个科学的这样的闯关的活动，让一些科学的新知能够
启发他的一个这个科学教育的这个启蒙。这个机会就是了解到每个学校有他们现在正在发展的那个特色啊，这其实对孩子，我们未来在为孩子选择国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还会蛮有帮助的。台湾科学教育馆指出，新主做伙参加活动，嘛甲伫学校内底上课的气氛无同。囡仔动手来体验，唔若甲好奇转变做知识，嘛通培养因思考的习惯。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理在，今日各地天气拢真热，上高温出现伫咧台北的下38度半。未来一礼拜，太平洋高压会继续增强，上北较东部拢会搁湿搁热，出门都要注意热日，嘛要加啉水。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最后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